唱咩呢？我尋日見到有人話想我唱呢一個用背脊唱情歌啊，但係我好驚俾人 ban 啊！而家細聲啲先，但係我又聽唔到，太細聲。哇，好細聲啊！個 MMO。麻煩各位都不望我，望住我怎麼敢去唱情歌？然而我想揀夾人來亮路，我擠咗聽完的人，請你不傻。其實老人並不傻，都猜中我為你盡折磨。哇，好細聲。眼淚若嫌多，用背脊唱情歌，難道從後腦可以望穿我心裡痛什麼？正面像全裸，這醜的步驟別來督破。願這歌悲到一轉半，人間都忘掉我。聽唔到啊！係咯，就係咁。